刚都是谁？A few moments later. 喂 sorry. Anthony Little 已經錄埋嚟啊。錄都冇，其實冇都冇聽到我哋個聽哦冇啦。來猜巧妙，試試看。講你喵講。張講你喵湯，Hello 大家好，來自路。阿錢。啊，今日有做咩呢？新年新氣象，同大家介紹100%冇牛 KFC，然後再來就去夾蘋果漢堡包 McDonald。對，今天呢，我們要來介紹呢，這個 KFC 出的零肉的那個漢堡包，還有呢，就是呢 McDonald 夾那個蘋果的漢堡包。好，還有什麼其他的東西嗎？還有唔得冇注意到咧，就係 KFC 麥片雞。哇！同你講嘅出佢廣告上喊你一天要聞頭刀到再食到先香嘅，就到時你要買天奶嗰種雞肉啦嚇。然後咧麥當勞就做唔落咧，一天要涼啦，皮蛋佢一套一齊來嘅，而 apple pie、raspberry pie，還有 orange pie。這個是新的 ，orange 跟那個 raspberry 是新的。然後還有 KFC 是麥片雞，好像那個麥片蝦這樣子的。對，好香咧！你講。是的。你有時候你都會想到講可能你都還沒約去食宴會食那麥片蝦用啊。對呀，我們去宴會就會吃那些麥片蝦，有些就很像那個味道。對，然後它呢，一個 set 呢，還有一個這個 coleslaw， 對 salad， 還有它一定要有的 mashed potato。對 mashed potato，還有什麼嗎？還有這個是 KFC 的薯條，然後特別長，對吧？特別長。OK， 然後還有McDonald 給的呢是捲捲的。McDonald 最特別咧，而黃寬公司而家炸薯條，而一天我以為那個煎咧，甜半雞飯講咧。好，現在呢，我們把它拿出來，然後呢，給你們看一下。OK， 這個水放旁邊先，來。我們一個一個來試 ，OK？ 所以呢，現在我們要試什麼先？看就先從。我很期待這個沒有肉的。OK， 甜咩牛關面？對，好。所以我們來 try 這個。講真啊，你看兩出咧都一天有一隻漢堡包，所以就出現，所以今日就一陣連落一陣先啦。好，這個呢，來我給你們拿靠近點看，它是這樣子的。好呢，這一個呢是蘋果，它的蘋果就在上面。蘋果，來這個，好，我們來吃這個，我先試哦。先盤安路試啊，看先看幾試 Ladies first。哇，你看肉很大。它所以是一種那有個素的味道。對，阿路講嗰種東西，即係佢講叫是一種香料哈，佢係燒嘅。咩啦？對呀 ，sorry， 口感好慢，好像普通的牛鞭嘛。有點像素的肉。你咩用番薯浸水而做的嗬？還是用炸的牛？好像炸的牛，很像素的肉，可是口感好慢。可是它的香料又很像那個炸雞。對，KFC 炸雞的味道。但係相信 KFC 炸雞香料冇加都難。然後我試把它，那有點像素的感覺，比較硬一點。它沒有像普通的，它沒有像普通的肉，它沒有像普通的肉這麼軟，這麼 Q， 對不對？好吃。哇，雪可以同你講。然後上面的醬是那個 barbecue。有點像 barbecue 的醬，來。我話同你講，
你还那中意食哪个的啊？你就唔係普通嘅，人家炸雞用嘅，好難啲嘅用牛嘅用嘅口感。你的那個當成那個哪個都是很像肉，可是比較像素食的肉。它香料很香，很好吃，不會膩，不會油。啲羊肉夠脆，有魚都用嘅胡椒醬。不是胡椒，有點像。barbecue sauce。有點。人家燒烤用嘅醬汁，有 KFC 用嘅牛奶醬又係好濃啊。對，很濃的味道。然後我吃一下它的這個薯條。特別長，對。好吃。有水嘢。它還放 mayonnaise， 很好吃。也好出名。通常嗰種burger，通常嗰種咧快餐店叫做喺後幹咧，都唔中意諗住 burger， 哇醬汁唔係醬汁多醬汁少嘅，對。但是這個很聰明，它放很多醬，然後不會感覺很乾。你放安醋米撈嘅醬嚟，但係鹽肉，你嚟香料，係你食飯咧，突出裡面忘記嘅也存在啊。很搭配。因為它的肉是有一點比較乾一點，它不會說像真正的肉這麼多油，然後比較多油的感覺，吃起來比較滑，所以它就放很多醬，你看它放很多那個 mayonnaise 跟那個，給它的那個很濕，純黃醬，比較好吃，對，然後還有它放一個 cheese， 很好吃，很值得，這個不錯，蠻值得的。好，現在我們來試什麼？試這個對嗎？來啊！我開始先。來本阿魯開始。我試啊。好。講點樣封口嘅？好，這個哈。它是可以。對，它整個掉出來，哦，它的醬不一樣的，它的醬。我試下我讓你滴到後面倒整sauce嚟買嘛。對，它的醬不一樣，然後它的肉是辣的。你香一開始。好。嗱各位，嗱你要蘋果同菜晒各位啊！嗱。等一下。哇！如果講真，最近麥當勞出咧，而家雞肉炸法咧，一樣像 KFC 嘅 original 雞肉啊！冇人用。而家食係買咩頭啊？我覺得有驚喜耶，這個。冇買用講。很難形容。冇，你先講啊，雞肉辣唔辣？你先吃。好，還是要先吃。各位。這邊有蘋果。見你老細。對不對？哎，好難形容哎。這種我就覺得很辣嘅。我覺得很好吃，它這樣子搭配，它的醬，它的那個蘋果這樣子搭配起來很好吃，而且它肉這樣子吃，它的味道，然後它不會說很膩，因為它有蘋果的那一點酸酸甜甜的感覺。然後再講樣東西，你聰明，你用辣的雞肉。對。有比如同時放，你放啲醬。一定要煮黃醬來讓它還有啲香辣啊！但係好脆。刀針 sauce 感覺。刀針 sauce 對。它不很大塊。啲蘋果嘅東西，有時候你拿來放嗰度煮黃醬啊，刀針 sauce 買啊，如果咁我好出味嘅。它的醬好吃。然後過後唔得忘記咗雞肉。你辣到來又有幾啊？KFC 係嘛？你嗱麥當勞最近出咧，麥當勞辣炸嘅肉上面。你雖然磨晒嗰度叫打廣告講係咪好脆 crispy 嗰種東西，但係嘢味道很酥哦，很酥脆。你睇，你雖然磨拿我蛋菜粉嗰東西，但係
你还能吃到好像阿鲁讲咧，很脆个，然后油辣呢，也辣在配上给它刀针 sauce 苹果，哇！苹果也很脆。啲蘋果唔係嗰種啊，醃到安尼要放你的時間啊，然後就開始變到好多好綿的對對對，有些蘋果會比較軟爛爛嘅，然後我們試下那個。對，麥當勞今天再來嘅東西就係嘢，捲捲出名。薯條。對，是很好吃。那 KFC 也可以 try。這都蠻好吃。其實也對啦，麥當勞這種東西，夾唔得數年啦，你菜也都無味啦，一天咧，一個漢堡包配一個炸薯條，一天咧做唔開嘅啲東西，所以你夾一天唔得數年咧，所以有時候你我看到 KFC 都賣，個普普通通嘅一種條東西，然後但係冇算 KFC 最重要都係啲嘢炸嘅。等埋出埋以後食，阿都就來同你講 KFC 嘅炸嘅啦。好。或者要去。話嗰邊。這個我們一起來啦。放開了。冇問題啊。KFC 咧，其實咧講真，其實係咁好菜嘅東西。KFC 兜店都冇放呢喺度啊。哪個？有 coleslaw 同埋嘢 mashed potato。好菜。是呢哈。冇，最近本阿魯食餐，因為哇好水嘅。Oh my god！ 哇！可惜啊，坐喺旁邊都聽到咕嚕咕嚕咕嚕一聲，或者呢神奇。哇！哇，好吃！好吃啊！好吃，唔錯。還蠻試過啦。好，我係今日就這樣。真的我做書啊！我講真啊，食嘢唔是夾嚟食放醬嘅，雖然提到 KFC 嘅醬咧好好料東西，但係看到有咁多雖然咧食下想食嘅。半好少，麥當勞完全冇半啊，咁啊！哦，所以睇講下買買機就我同咗牛。哎呀，我煮啲sauce同牛奶，牛奶麥當KFC 人要半嘅牛奶，至少要少少。一套有意思嘅咁樣，如果話哇真係。好好吃。Oh my god！ 哇！裡面像麥片的蜜桃，它不是只有麥片的味道，它有點辣，然後很香，有點像那種炒過的麥片雞，它還有咖喱葉，咖喱葉已經愛嘅，好香，係啊，你有麥片下都係我放到入嘅。有魚呀毛咁，如果可能你當我雕你片腸子，很有華人的那種喜慶的那種，那種係你睇乾淨那色咧，你種東西，對，很不錯，很有誠意的吃出。雖然我見那度年年都有食炸嘅，年年都有食燒豬，但係你講如果行啲肉質講出唔係講年年都有食。這個味道啊，是很難得。講真啊，有時候你要做嘅都很難過你去做炸嘅。對。啊，係啦，要年嘅嘢係難就做炸嘅啦，但係炸嘅容易炸嘛。比起來。嘅飯真係唔容易做，你要啲功夫嘅。它是另外撒上去的。但是它整個它很黏哦。就在咬。它很黏。啊，不過係啊。係總之睇下都留意到。我主要就係嚇，就將廣交同你講咧，到時你就到時響出刀嚇，有啲咧天然我買咗嚟啦嚇。好，你看，它都有試理其他東西要給你講哦，一定要試的咯。羽毛班咧就真係我幫我食，都爽嘅，一邊食一邊爽，有種阿魯嘅咯。佢把它幫tomato sauce。睇下要人家去執刀，哇，嘿，幫起來嘅手，你以為菜出一定三乾醬嘅。香氣辣椒醬，本地嘅普通辣椒醬同普通嘅，鳳毛葵醬，有隻茄汁啦嚇。哇，講起來了，同大家講到一樣東西，哇，相信20年前還是
KFC 嘅時候，而家上天嘅辣椒醬啲幫你係吞到蒜米嘅，係真係看到一粒一粒嘅蒜米嘅，真係講埋係一粒一粒切碎嘅嗰蒜米嘅，哇！真係難講嘅。來，你講。哎，好食。是的，這樣。反正好吃。OK，我哋食嘅就差唔多啊。我哋可以上邊啊，我哋鹽水落下再啊嘛。拿過來啊邊。嗱，要不你抹呢？抹下水，咁你看。好香，多啲，多啲，好啊。相較你打廣告啊 KFC 按久以來都冇變那邊，好吃順手指。好吃到我一拉薯。我話同你講，而後衰，我感覺而家做落後咧，有嘢主題冇做係，嘅重點冇做係，而做 KFC 呢種，才係對 KFC 有印象以來掛在牆上嘅一排是 licking fingers food。不錯，好吃，冇失望啊。至少冇講好像魚然後吃到了那樣，也是 OK。到時先食以來啦。你先 OK，放微先，嗱都落咗啦。啊，條海就一開咗來看咯。OK，啊，條好像有最普通嘅半有看上咯。OK，啊，叫他開下。講真啊，而家麥當勞而做嘅啊。這個啊。而家最原始啊，最原始。我覺得冇變啊，就種同年飯，一啲差唔多10年出一年。10年如一日。Oh my god！ OK 啊，唔多冷嘛。係。有點冷掉。你要先買啊！其實我當作開就是要壓冇真係我碌到手。要再看下蘋果的，這蘋果的口味，普通的。就是還是這麼好吃，就是一樣的味道。真係好料。來，這個是橙的。還有呢。哦，咩？橙來的。哦。OK。哇。哦，是橙來的。我愛炒係長嘅係真的。好像是。真係你啪啪啲排東西真係偏老嚟真係。但沒有吃到白色的。很奇怪，拿這個啊。好像沒有很突出的味道，還好，沒有，我覺得沒有這樣好吃。點啊？我是比較喜歡。咁係種要帶咗啲水果。你要講實話。然後，對啊。還好，真的還好，沒有蘋果這麼香。咁樣長嘅葱嗰度啊。對，沒有這麼，我覺得它嗅起來是很香，可是吃下去還好，它沒有特殊。雖然講食唔出呢個芝士麵頭東西，但係嘢口感好像還是在。一定的嘛，因為它的皮嘛。我覺得還是蘋果比較好吃。你做20年了，好嗎？對，這個是新。來，我們看這個。雖然20年後變得很奢達啦。小個那我覺得 OK 啊。真係好食，唔好講得埋咧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my god! 嗰度將佢撩靚咧，有正式嘅咧。哇！而家有兩來。這個好像是巧克力皮來的。係，會唔錯咧。不行。原本係想講買錯定點講？其實係冇去看過嘢菜單啲嘛。這很好吃，推薦這個，它的皮是有巧克力糊的味道，然後 raspberry 有點酸酸，然後 cheese 有點鹹鹹。嗱，阿露露講到這些鹹味料出來，呢種話有點苦，
那个巧克力有苦，然后 raspberry 很香，酸哈，它不像派，它比较我不会讲，就是。係你同你講，原著就係咧，即係好多年有作的啊，這種你切開來啊，你開的時候啊，哇，個醬嗰種咁一水咁出晒來嗰種，哇！然後你唔要因為嘢 raspberry 係爽呢，就影響到嘢嘅 cheese 比較好。對，你家買的，帶的買，好。就真的好亮。所以我们已经开箱完全部我们的东西了。好，那就是晒耶。放年的时候，放年的时候就一天天过得好夹哎，尤其是食得那种按甜、按酸、按鹹、按辣的东西，就很冇苦啊，真係過得好夾。你看，但係香嘅味道一天會留在度再嚟擺嘅，所以食東西見下先嘢。然後可能冇得到處去，才有卡個多啲，然後咧有家庭會好歡喜有朋友，然後咧就食飯就食到足啲啊。要時常記得打電話回家問候家人啊，如果沒有得回家朋友。哇，好衰啊！又唔是變唔少嘅朋友，哇，其實覺得都係咁冇得，5年入水，一天都做嘛，因為真的好多朋友都在那邊做工啊，對啦。外國啊，外別的州啊。哇，又差唔多，明明半個鐘頭嘅路程都冇辦法做到，對，差唔多這個。沒有啦，10公里以外就比較難回來。過年還可以啦，就2天。係啊，又細個上都冇得談我真係。好啦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萬事如意。好，恭喜發財，拜拜，吉星天天在。有機會可以去試，我覺得可以去試。咁我帶啦，買嘢同屋企人一齊分享咯。係呢，講我睇貴買咗一份一整年以後，我們好。可以分享 share。係啦。很大份的 ，OK， 好啦。好，拜拜，下拜再見，下拜再見。再試吃新的東西。好。